兄弟姊妹，大家高早平安。平安。虽然是拄我伫小假的时阵，年假咱真侪兄弟姊妹拢外出，咱相信咱将咱的时间会当去准备伫这个圣殿当中，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今仔日伫这个圣殿当中，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这个时阵，咱要进入咱的敬拜，甲祈祷进前，咱先安静咱家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阮的灵要听候主。主啊，求你即时来听，来向阮讲话。主，阮要放下阮所有的烦恼甲重担，我要专心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来引带，因为耶和华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值得阮倚靠的上帝。这是咱来做来吟这条诗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互你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祝满，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援无放撒我，愿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互你传。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祝满，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援无放撒我，愿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祝满，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援无放撒我，愿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主，这是阮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圣神来光照阮。若有任何阻挡阮甲上帝亲近的罪，求上帝你来赦免阮。来激着阮，互阮的心单单来靠无你，我们借着信心领受主你的怜悯，互阮全然进入敬拜甲祈祷当中，经历主你荣耀的同在，互阮伫基督内面，才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过去的日子，阮无论是得时还是不得时，
凡是欢喜，也是忧愁，也是有艰苦心的事的时，主，阮拢要来献上阮的感谢甲乐乐。主耶稣，阮要将阮新的生命，求上帝你来掌管。主啊，阮要一生来遵探你的旨意来行。这时阵，咱为着咱几样事来献上咱的祈祷。咱为着咱福音伫台湾扩展传扬来祈祷，互咱的百姓的心灵平安、灵魂得救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咱同心合一，为着福音的事工推展来祈祷。咱做伙开声，为着咱台湾的福音，为着咱教会福音的事工，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你来充满阮台湾的正教会。主啊，互阮有传福音的会列，互主耶稣你来使用，我们勇敢做主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顺服圣灵的教导。主啊，阮无要挖靠家己的财力，阮也无要挖靠家己的势力。主啊，阮要单单来挖靠圣神的大同在。主啊，这是阮为着阮台湾来祈祷，愿你的福音继续伫这个土地来扩展。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互阮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世代，求圣神亲自运行，拍开阮百姓的心。主啊，阮的心灵，互阮的心灵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互阮的灵魂得到拯救。因为你是阮生命上重要的源头。主啊，富强教会要实接主你上大的福音的宣告的使命。主啊，阮愿意将阮家己献上伫这个福音的祭坛顶面，为主的主耶稣你来传扬福音。主啊，阮特别为着阮现在伫台北的团宣队，甲阮418国际学院的福音据点，甲阮麻豆新楼养护之家的关怀福音事工，以及阮第8期的种种的幸福的事工，阮完全团来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的油膏抹伫参与的同工的顶面，使阮有智慧、口才、文字，有刚强壮胆的心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富强教会要成做一个有使命、有宣教的教会，互咱每一个信徒拢要成做福音的使者，活出听，活出愿望。主啊，求你即时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较济人来回转，来归向上帝。或者咱为着咱教会50许年的事工筹备推动来献上祈祷，咱做为着咱教会50许年的事工推动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你过去的年日来引带阮富强教会，今日你恩典变做到顶面。主啊，富强教会要50许年的重要的时刻，阮现在这一切拢是出于你的怜悯甲信心。主啊，我要为着阮50许年各项事的筹备推动来祈祷。主啊，求你亲自来掌管，引带阮每一个团队、每一个服侍的手，互一切计划甲执行拢会当下主你的心意。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委身的心，一同兴起参与，互阮规个教会伫合一来经历主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互阮50许年的庆典，毋单是回顾，更是要一个更新的起点，互阮的敬拜。献上阮的感恩甲见证，伫福音的行动当中，我们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愿许年成做一个福音宣告的使命，互教会成做一个城市的祝福。愿你的荣耀伫教会来显明。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令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正。主啊，你是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
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正。多谢咱为着咱富强人五重的祝福来祈祷。咱富强人有五重的祝福，第一就是为着咱的每一个人有一个身体勇壮的身体，咱每一个人的事业拢真得到主你的兴旺，咱有一个喜乐的心灵，咱伫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拢有真好的关系，咱有灵命的成熟加勇壮。咱为着咱富强人五重的祝福来献上咱的祈祷。谢天父，阮感谢你赐了丰盛的恩典，带领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疼爱当中来成长。主啊，今日阮为着阮富强人来祈祷，愿主你赐了五重的祝福，临到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求你赐予阮有一个身体勇壮，阮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甲活力，伫服侍当中，甲生活当中来服侍上帝，来服侍主。主啊，求你赐予阮每一个人的事业，拢得到主你的大大的兴旺，伫阮的工作顶面，甲家庭顶面，互阮有责任，会当经历主你的供应甲引传，互阮凡事顶面拢有主你的恩典，伫阮的顶面。主啊，愿你将喜乐的心灵放伫阮每一个人心，互阮的内心常常有平安有盼望，互阮无有跨路来压制。阮每一天享受主你的同在，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家庭的人员人际，拢有真好的关系，互阮用听来接纳阮每一个兄弟，阮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互阮的家庭之间会当同心合一，互相扶持。愿你互阮的灵命有成熟甲勇壮，伫真理当中来运行定根，伫信仰当中会当徛在，真做主所欢喜，来影响这个世代。这时阵，咱也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咱也为着咱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来献上祈祷，也为着咱今日所有的服侍者。无论你所服侍对一个所在，拢求上帝的恩赐、加喜乐、平安、加伊同在。为着咱今日所有的会友，会当伫遮谦卑领受主的教导。咱为着咱今日聚会牧师的讲道、服侍者加会友，咱献上咱的祈祷。亲爱天父上帝。这是阮感谢你来带领阮今仔日的聚会，互阮会当伫做伙伫主你的圣殿当中，做伙伫遮敬拜，来聆听主你的话语。那阮今仔日要为着夏牧师来献上祈祷，主啊，求你圣神甲伊同在，引出伊的嘴所讲的话语，互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是充满开力，带来阮改变，带来阮有激励，互牧师要传讲的真理，阮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成做阮每一个人脚前的灯，路前的光。但阮为着阮今日所有服侍同工来献上祈祷，无论阮是伫敬拜、招待、迎迎、儿童主日学、其他的服侍，求你从加添阮大大的开力，互阮有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无我靠家己的才能力。是完全仰望上帝，愿意的服侍，成做圣人的祝福，来荣耀上帝你的名。阮也为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求上帝你有俾阮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拄去一切的阻碍甲搅扰，我的心会当专心来聆听主你的话。愿你将阮所听的真理。实践伫阮的生活当中，活出主你欢喜的心意，互阮的性命搁一遍在顶头前。感谢主耶稣听阮的恳求甲祈祷，愿今日礼拜充满伫你的同在，祈祷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咱也就啊，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咱做伙来唱。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正。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正。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正。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正。这时阵，咱做用咱的诗歌，耶和华是咱的上帝，是叫咱举起头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要摇动。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无惊是罪。耶和华是我牧者，无地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落地线。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要摇动。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无惊是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无地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落地线。是我生命的顶摆，是我的永恒，可是予我抬头的上帝。为你虽然有目屎，早起时就有欢喜。你是我的救看，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耶和华是叫咱举起头的上帝。咱就用咱的歌声来学了咱的上帝。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要摇动。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无惊是罪。耶和华是我牧者，无地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落地线。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摆，是我的永恒，可是予我抬头的上帝。为你虽然有目屎，早起时就有欢喜。你是我的救我，我的目屎。来，我这边宣告。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摆，是我的永恒，可是予我抬头的上帝。为你虽然有目屎，早起时就有欢喜。你是我的救看，我的帮助。我要全心。宣扬你名，比你的眼睛耀耀美的世间千里。我要专心阿乐，永远阿乐，给美阿乐。我要大声阿乐，你永不煞。哈利路亚！我们专心来感谢，专心来阿乐。
心而乐进入你的门，全心颂赞献上归来，是最准的过节。你内面拢无关路，喜乐满满。常常感谢，记得无煞，光芒在你里。全心感谢，全心而乐进入你的门。全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准的过节。你内面拢无关路，喜乐满满。常常感谢，记得无煞。光芒在地里，我要全心而乐，跳舞宣扬你名。一日连一日，也过一世界千里，我要全心而乐，永远而乐，永远而乐。我要歌声而乐，你用我说。全心而乐进入你的门，全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准的过节。你内面拢无看路，主啊，喜乐要充满伫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上。常常感谢，喜乐无煞，光芒在地里，我要全心而乐，跳舞宣扬你名。一日连一日，也过一世界千里，我要全心而乐，永远而乐，永远而乐。我要大声而乐，你用无煞。我要全心而乐，跳舞宣扬你名。一日连一日，也过一世界千里，我要全心而乐，永远而乐，永远而乐。我要大声而乐，你用我说。我要全心而乐，跳舞宣扬你名。一日连一日，也过一世界千里，我要全心而乐，永远而乐。我要大声而乐，你用我说。我要大声而乐，你用我说。我要大声而乐，你用我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大声来学到你。这时阵，咱做来吟圣诗305首，我的心心，你着唱歌。我的心心，你着唱歌，阿乐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阿乐全能主上帝，是大救主听他上帝，照顾人类的天平，赐归温泉属乎天的，他能出山不愿强迫，阿乐亲传主上帝。我的心心，我的心心，天生条件主的灵，
帝，可乐只献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们学了继承、继承，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给阮这个福分，真侪你所敬调的百姓，让阮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宝座前，伫遮同心聚会，同心敬拜。感谢上帝赏赐这款对天顶来的恩典，让阮伫遮所敬拜、所学了、所祈祷、所恳求的，愿圣神甲阮同在，赏赐对天顶来的恩典。阮今日要通过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愿你互阮用虔诚的心三甲来领受。愿阮的敬拜对头到尾归荣光伫主，圣神伫阮中间。感谢祈祷，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教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我的过负，亲像我了赦免过负我的人，无得错俺一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接着，咱做伙来启用启文64篇的雅各1章，我来启，大家来用。着实行道理，难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就亲像人照镜看家己是做啥款，家己上客上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佮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咱做伙来祈祷。恩典满满，独一的真神，阿爸爸主上帝，你伟大无比，创造天地，将你万物万事支配所有一切。你的真理，互人信心、盼望，永远无变。你是阮生命上好的帮衬甲倚靠。认捌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有平安。信耶稣真正好。阮满心感谢学了你。主啊，今日是世界圣餐主日的礼拜日，阮众兄弟。当作这主道，伫遮要强守圣餐，领受你主的救恩的恩典，甲合一的见证。感谢你看阮是宝贝，感谢你牺牲性命替阮赎罪。
特别阮知影，今日收圣餐的奉献专业，拢要为着华人日前的水灾的重建甲安置来做路用。阮相信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甚至5年、10年。费用的开支金额真济真大。虽望阮因为时空的因素，无到现场来斗3工，然而阮本着人力一理、人知己知的人民心，甲东岛救命的团结力，伫主听的内面，阮袂用置身度外。你也伫圣经提起有一位撒玛利亚人救治被匪徒恶害受伤的过路人，那启示阮当该听厝边亲像听家己的教导。又讲，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你看起来，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主啊，帮助阮，照阮所听的去实行，行出主的应许甲款样。上时，阮也求你保守看顾灾区所有的人，无论是灾民、国军、志工，或是政府人员，拢互因会当平安顺利去做修复的工作，好早日来恢复环境、交通、市容的原貌，正常的生活机能。感谢主，主耶稣，时间过了真紧，一年四季，这个礼拜开始又搁要进入今年的上尾季。感谢主，你日来的同在、光照甲引带。此后也求你持续帮助阮，特别互阮富强教会每年50喜年庆，无论是事工的推展、财务的预算、福音的保养，这些计划甲安排，拢会当得到你满满的祝福。愿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荣耀、胜利，拢归属你。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共读圣经的话语，今日的圣经节有2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伫以赛亚书55章，第二个段落伫罗马书第10章。我来共读以赛亚书55章的第8到11节。上主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天比地较悬，相款，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无论铁大堆，要论切大地，互五国布院大长，互野种的有政治，互人有美名。对我的嘴讲出来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会实现，袂落空。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第二经节，罗马书10章第9到11节。
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心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要得到，未得到失望。圣经共读到这，咱接续请圣歌队为咱献诗，献诗煞，咱夏牧师要为咱讲道。今日讲道的主题是带来恩典的言语系列第3。
路亚！感谢圣乐队带咱用愿这个诗歌带咱来敬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今仔日咱进入到10月第1主日，也是咱世界圣餐主日。啊，上次也伫10月吼，咱有真侪的连续假日。咱拜明仔载就是8月15中秋节，啊，毋过咱是咧上次也咧迎子10月10号，所以新历是10月，啊，咱旧历是8月吼，啊是闰月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吼，啊，所以咱10月有几来的连续假日。啊，是咱，互咱安尼伫咧进入秋天一个休困的时间啦，吼！啊，愿咱大家拢领受到祝福，中秋节啊，家庭大家聚集的喜乐。咱大家三个来祈祷，再来分享主的话。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即个福分来到主你的面前，三甲同心敬拜。主啊，你的话真侪快乐生命能力，也要互阮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互阮因为较无第意，主你圣神就来感动阮，知影要安怎行，才能照你圣经的话来行出活命的道理。伫你面前，我要三甲分享，求你带领、引带，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说三甲来分享开发属灵信心的研究，吼，即个系列就是讲咱对年初到现在，牧师有陆续用即几个主题，甲咱三甲学习，就是咱基督徒的属灵的成长，是带来恩典的这4项啦，吼。4项是咱头先讲的是讲思想，第2项是信心，第3项是梦想，也是即个意向，啊，第4项是语言。啊，这4项你若甲想吼。拢毋是实体的物件啦，吼，有一个物件啊，有遐实质的物件，实质的物件啊，咱家叫做第3度空间，第3度空间。啊，基督徒所以的无相像，基督徒所以甲人无共款的快乐，毋是咱食比人较好，快乐比人较大，身悬比人较悬，毋是即个部分，是对伫咱迄个属灵的层面领受到祝福，领受到能力。啊，若安尼，这4项就是咱基督徒生命属灵的生命中间所要追求、所要提升、所要隐秘、所要进步的所在。思想、信心、梦想。今日咱已经进入到语言的部分。但若要讲其中的关系，就是照伫咱最后这几讲所学习的，带来稳定的语言，也是言语哈，就是言语是一个表达出来，所以你要有思想，对上帝思想的言语，有对上帝信心的言语，啊，过来就是有对上帝所予咱迄个意象、梦想、远景的思想，哦，大概是这个互相的关系就对啦吼。啊，所以呢，咱伫这几礼拜三甲学习的就是最后一个系列，就是带来稳定的言语。头一个咱顶礼拜讲属灵的思想的言语，迄个思想意念对上帝来的思想、心思来讲出迄个语言。今仔日咱要学习的是对上帝来的信心所产生的言语，因为你是表达出来，话语表达出来，就像顶礼拜牧师咧讲起，咱台湾话真侪音调，就会来表达出迄个话的意思，讲的话的人的意思。啊，咱后礼拜要三甲分享最后一讲，就是讲属灵的言语来成就上帝的梦想安尼。啊，那顶礼拜牧师咧分享就讲，迄个信心的语言吼言语。咱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固定，一个对早到现今拢有的圣经的言语，迄叫做道，吼，迄道。啊，佫一个咱较少听就讲 rhema， 啊，所以真侪兄弟真有趣味，我佫做一点仔复习啦吼。这 logos 就是道，啊 rhema 就是上帝启示的话。啊，伊安怎分辨呢？ logos 就是上帝的道
是上帝对世间人所讲的话，是客观整体性的，亲像旧约的圣经啊，无论是五经，咱讲托拉，啊是后壁面先知书，啊是智慧的回信，吼啊大先知、小先知，这拢是已经几啊千年的历史，一直伫上帝话伫遐固定。古代人读是安尼，咱今仔日咱信徒读嘛是安尼，是讲固定的道，迄道原本上帝所启示的。啊，咱即个道会让清楚明白，就是咱约翰福音1章1节到2节所表达的，讲太初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即个道太初甲上帝同在，一直重复吼，道。啊，这都叫做 logos 吼，啊是希腊文的发音就对啦吼。啊，圣经就是咱买当甲称呼是 logos， 因为这是上帝道、上帝传播永恒不变的真理，吼，永恒不变的真理安尼。啊，这个 logos 就是照着上帝赐予世间人话，无论是通过摩西、通过大笔、通过先知。通过这智慧者所留落的言语，已经慢慢成做一个固定对咱逐世代人的一个智慧。世间人有认捌上帝的智慧，得到主的恩典安尼。吼，啊，这个话，读的人有无共款的领受？有圣神伫当时当地，伫迄个时空中间对你的启示。啊，我读这段经文，你读这段经文，有无共款的领受？迄叫做什么？迄叫做瑞玛。啊，瑞玛的意思就是讲圣神特别感动咱，可能你无感动着，你无领受，我有，哦，迄叫做特殊的就对啦吼。咱特殊领受着的言语就对啦吼。啊，所以是偏向个别针对性的话语，就是每一句话临到你，啊，上帝这个时阵对你讲的话，啊，当咱有对上帝来。迄个甲主亲近，迄个第四度空间的信心，我咧讲的第四度的意思是，毋是世间的物质，毋是世间所看到的，是对神所看见上帝应允，讲咱就需要圣神赐落感动内心的即个瑞玛，吼，感动内心的瑞玛。啊，所以 logos 瑞玛，咱不一定讲爱会晓讲啊，即特别的。言语啦，吼，logos 啊，瑞玛咱无定咧讲，但是你就清楚知影讲，一个要得到瑞玛的人，你若无读圣经，啊，你毋通讲哇，我有定来得到，安尼就是毋知你倒位来空思妄想，啊，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有瑞玛，安尼毋对，是你常常甲圣经啊亲近，甲上帝话亲近，上帝会对你的默想，伫你的祈祷中间，互你一个亮光。所以咱讲，我有亮光，啊，毋是随便来。过来，瑞玛嘛毋是讲着啊，就随时就实现，是要互你去学习讲，即个话对我什么意思？撒母耳伫半暝时，即个囡仔听到一个声，伊毋知什么意思，伊赶紧去问伊的师傅，吼，讲啊，你是毋是咧叫我？伊讲毋是。有时迄个声是足明确的，有时对心中的一个意念。我问咱兄弟姊妹，你无拒绝上帝所予你的瑞嘛？但是嘛无随便黑白用吼，啊，绝对够混乱。所以因为这个理解，咱要来学习讲，这个属灵的言语，爱有信心，有对上帝来的信心呐。你的言语。讲出来，到底这个是凊彩讲的，还是随便安尼一个意念就讲，还是真正有真坚决对上帝来的信心？啊，迄个信心就产生一个选择。但这个是对，迄个是唔对，迄个是上帝要爱我做的，这爱有一个信心的选择。所以咱会使讲，属灵的言语是信心流落的脚印。你若无信心讲的话，你就无遐尼啊自在，嘛无遐尼啊肯定啦吼。啊，所以信心的延伸就是选择啊。亲像约书亚讲，
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这就是一个选择，因为这是伊对上帝、对细汉引带伊出来及到入迦南地所得到的信心，所以选择讲轮到我甲我的家。伫迦南地有遐尼多神明，总是我甲我的家要服侍耶和华。所以这毋是外在环境啦，是内心的选择，就是你选择要相信，还是无爱相信。所以兄弟姊妹，信心带来选择真重要。若无，就产生真奇怪一种的现象真奇怪的一种现象。有一个故事啦，照我所了解，足侪版本我看到这个版本有较现代化。这个故事叫做牧师无相信基督，牧师无相信基督。你讲安尼，这个是要做啥牧师？咱来听看嘛来。讲以早有一栋5层楼的建筑啦伫市内5层楼。有一个牧师，因就去开拓一间教会，伫4楼开拓教会。无拍算拄到一个歹厝边啦，5楼是咧开酒店，所以5楼是酒店，车花宴乐跳舞，4楼是咧做礼拜。伊讲主日早起像这个时间做礼拜无啥问题，因为迄阵酒店还未开。但是咧，每一遍若是拄着下晡阴暗，是祈祷会、通宵聚会的时阵教会受影响真大。真大的原因是讲，当教会咧唱敬虔的诗歌、俄罗主、感谢主、哈利路亚的时阵，楼顶却传来迄个酒店迄个细俗的歌声就对了所以楼骹咧唱奇妙恩典，楼顶咧讲咧唱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安尼咱楼顶咧楼骹咧唱我望主呼召，要奉献本身，顶悬咧唱遐个靡靡之音就对了所以信徒伫迄个所在安怎尽心唱歌阿罗上帝，拢无得到恩典，因为得到干扰。可能较早迄款的大楼无讲迄个隔音设备足好，是讲政府的管理无介好安尼。所以结果安怎呢？牧师就召会友讲，来，咱大家来祈祷一个月来祈祷，求上帝迄间酒店甲关起来离开啦。伊就开始祈祷，到第25日，迄个酒店呢，什么原因说着火？火烧就对啦。5楼的酒店火烧到拢全毁坏，也袂用一啦。毋过足奇妙呢，4楼教会甲厨房的窗帘拢无烧着就对啦安尼，迄个酒店的主人迄损失财产无去足气的。伊就去看去听讲，既然5楼烧了安尼4楼拢好势，就探听讲，原来是4楼的牧师祈祷讲，互酒店离开安尼。所以伊气人财产无去就去告牧师。牧师就往带到警察局去问笔录啦警察就甲问讲，牧师歹势请问你是毋是同意酒店所控告的？讲是因为恁的祈祷引起火灾安尼。这个牧师回答讲讲我是为着酒店消失来祈祷是事实但是敢有影我祈祷就会火灾安尼然后这个警察就讲，牧师真奇怪，酒店的老板相信祈祷的能力，你牧师无相信安尼。无偌久因为这也袂当证实也袂当证实也无证据所以调查报告结案是安怎写呢？讲这场火灾应该毋是由牧师无信心的祈祷所引起的，毋是信心无祈祷引起。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安尼流传足侪版的故事啦，足侪版的故事。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讲祈祷无受应允的上大原因，往往是无信心。像这个牧师安尼口口声声讲要祈祷，但是心内确实无这款的信心。当然，
咱拢真知影，伊拄着迄款遐尼严重的灾祸吼，伊若承认啊，一声哇，教会陪袂了啊。毋过为着事实的问题，伊若选择讲，阮就是安尼祈祷，但是请法官来判断，吼，无一定法官无一定个真正判讲，迄牧师有罪啊，因为迄毋是牧师做的啊，毋是牧师去点火的啊。那安尼，这互咱一个省思就对啦。就亲像咱伫生活的中间，常常甲主祈祷，但是吼，你阁无信心，到底是祈祷真啊，祈祷假？这是咱信心的语言一个足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兄弟姊妹，咱通知影讲，牧师无相信祈祷的故事，互咱一个省思啦。祈祷无应允，是代原因是无信心。你相信祈祷伫主的内面的成就，才凭信心用言语宣告出来。就是讲，先有信，你的宣告才有效。咱来看起以色列人，因出埃及要进入到流奶甲米的地，原来这是上帝安排的哦。对出埃及呼召摩西，就已经这个剧本都安排好啊。但是以色列人面对着真实的一面，伊若是照实来经验上帝的信息。用感恩的心就真顺遂，应该无偌久就让成就入去迦南地。但是咱拢知影，后来以色列人因为无信心，因为埋怨上帝，埋怨摩西的领导，无愿意离开这个埃及，所以因就伫旷野漂流40年。人常常陷入伫一个现实的环境，迄现实一个来，你就看袂到上帝啊。因为你看到是头前的困难，一个压力，一个苦难。所以，当以色列人只看眼前的艰苦甲艰境，不只是无信心嘛，佮充满不满，怨愤不平的话就讲言语拢出来啊。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一个信心的战士，属灵的战士。拢唔是在伫外在你有偌侪能力，是在伫你甲上帝对上帝的信有偌大。拄则咱读的经节，以赛亚书55章8节到11节讲，上主讲：我的意念唔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唔是恁的道路。天比地较悬，相款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嘛比恁意念较悬。按什么意思？上帝所想、所立理、所思考的，常常是人无法度人测度的。唔知影主的立理是甚物？你既然上帝甲你的道路、甲你意念无同，是你要叫上帝来遵守你的意念吗？遵守你的道路吗？还是咱谦卑甲主讲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意念，我愿意顺服你的道路。上帝讲，亲像雨甲水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润泽土地，互五谷布衣大长，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牛。这是对大自然的一个譬喻啦。上要紧的就是11节这句话，讲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会实现，袂落讲。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意思是上帝意念、上帝道路、上帝话伊照伊的计划、照伊安排的成就。人是安怎？人是爱去明白、去了解、去追求主的话是甚物，然后行伫上帝道路，明白主的意念，然后来对主的话得到成就。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你若无信心。你若无常常读主的话，你若无常常受鼓励，你会常常互现实的事来甲你影响。所以以赛亚55章10节，伊安尼讲：我应允的话就是安尼，我的话将来就无落空，要成就我的计划，要执行我的旨意安尼。另外，咱拄则有读第段经文，是一个真好的对照啦吼。保罗讲：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国就要得到救。兄弟姊妹，这个话两句重要的语字眼是：你有宣认，伫人的面前公开讲，我宣认，我确信，
我心信宣认，你就会得到救啊！这是保罗给咱的一个提醒。所以第10节安尼讲，因为人心信就会得到称义，嘴宣认就会得到救。伊搁重复一摆，圣经有安尼讲，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兄弟姊妹，愿咱对这话来得到一个提醒。迄个属灵信心一直到言语是足重要一个顺序啦吼。这两段经文，互咱搁来确信讲上帝话甲永远袂落空。就是你有伫生活上拄着逆境，也是阻难，你会当搁经历上帝已经为咱拍赢这个战争、这个圣战，而咱就无安尼来烦恼。这个确信的依据是啥？是讲你安那有这个自信，也是讲你有这个确信呢？这个确信就是今仔日咱要三甲守圣餐，要证明耶稣基督救恩的存在。就是2000年前，耶稣为着咱的救助，世间人所拄着救助、失败、挫折、疾病、痛苦，伊为着咱钉十字架，将咱这的苦做伙用十字架来解决。咱的主耶稣临落世上，世间人的救助甲失败、苦悲，互人钉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咱得到十字架的胜利。因为十字架无永远吊着耶稣，耶稣摕落来，耶稣埋葬，耶稣第3日过活。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所以会进步会超越。咱有人讲阿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也是真侪历代遮侪信心的伟人，毋是伊偌侪能力比咱较好，是因为伊的信心互咱看见。用信心的眼目，将人生迄个上帝应允的的确得胜的应允，透过你宣告的言语。所以基督徒讲正面积极的话，毋是碰风啦，是对上帝的信心。咱讲，咱要宣告要拯救灵魂，毋是咱人的亏力，是我相信圣神啊做工。咱所引出的福音的朋友，咱所引出的厝边头尾，咱所介绍福音伫遮同事兄弟姊妹中间，就会真侪事实。那透过信心的言语，会当消平伫环境中，咱甲上帝应允中间迄个鸿沟，就是讲，哇，咱看过都毋是安尼。上帝讲应允是安尼，遐看你要哪会过？咱定来讲起咱教会建堂的新者，对毋对？用人来看，钱也无，人也无，但是徛伫上帝来看，讲这你若信就有啦，你若信就有。所以基督教对初代到现今，逐件事拢是新者的故事，拢是信心的故事，拢毋是人会当做会到的故事。兄弟姊妹，所以安尼，咱基督徒要有一个态度，就是用信心来宣告成就上帝应允。意思是，有的是也看无，天顶拢无云，但是你敢宣告，是因为你有这个信心啦吼。那相信上帝所赐得胜的应允，你要先改变你喙中的言语，你要用信心来宣告上帝的应允，你的祝福就要来，你要得到祝福。也会来，兄弟姊妹，咱爱根据咱的信心来积极宣告，宣告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替我受咒诅，我就要伫律法中的咒诅得到头棒。伊应允我要得到阿伯拉罕的祝福，所以我是一个蒙福气的人。你爱自信讲我是上帝的百姓。就顶礼拜咱讲，我宣告我是上帝的护士啊！你要证明你是上帝的囝儿啊！所以我会当对法律的咒诅中间脱出，我要得到阿伯拉罕的祝福，所以我是蒙福的人，祝福嘛要对我来。咱一人拢有捌去参加韩国传福音教会的参观啊、访问吼、学习进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慢慢拢停去啊。毋过最近对去年开始，
又搁开始恢复新的一批去到遐参加金色祈祷，参加灵修，有真侪丰盛的修行啦吼。所以咱中会呢，嘛有咧讲，咱来去学习，来去体验。有定讲明年来人要招呼啦吼，招呼咱中会内有遮有意向的教会牧者兄弟，大家做伙来体验来学习。因为我看到讲迄个时间吼，有可能明年拄好咱要庆祝50周年吼，时间小有动拄着，可能咱就无法当组团啦，因为爱去影响着。毋过，这个中期牧师伊是安那会当建立一间世界上大间的教会，上悬的时阵，我780万人哦。780万就是一个小都市啊，一个都市的人啊，伊家己咧做见证，伊见证啊呐，伊伫二处建后啦，伊就献身做传道，伊就有一个所在叫做佛光洞，佛光洞吼，迄个因为韩国本来就是种佛教的背景嘛，伊叫做佛光洞，迄个洞吼。毋是讲只一个崩坑，迄个洞，那照伊的话意思，应该是讲一个里，吼，也是一个小地区的意思啦，吼。伊迄阵无钱啦，迄阵讲坐车爱3箍，伊住伫韩国一个四大门，吼，咱知影韩国一个古城汉城嘛，四大门，要去到佛光洞都爱3箍的车资啦，但是吼，伊讲伊无车费。无车费，就行路转去，用行路的。伫迄种遮尔艰难的时阵吼，伊安尼宣告讲：我要正做传福音到地极的人。对伫一个韩国战争的时阵所发生的事，咱拢真知影。迄阵韩战吼，1950年发生韩战，因在地人叫做625韩战，625就是6月25啦吼。迄个时阵吼，哇！规个战争，差不多规个汉城规个所有拢寸草不留啦。大家拢嘛住步平所以这个中期牧师打开始的礼拜就是用一个美军的帐篷，美军咧军人咧大的帐篷咧做礼拜。伊啦，伊的牧师娘啦，甲伊的丈姆啦吼，算的6个人开始啦，6个人开始这间顺福音教会。但是伫阮遮尔艰难的时刻，这个中期牧师安尼见证讲我要成做一个往普天的传福音的人。虽然当时的环境，互人感觉讲你若食会饱就好啊，你若教会会当落去就足好啊。但是伊嘛存着这款的信心。伊讲我要成做一个去普天的传福音的人，我就袂使空嘴报纸啊。伊讲伫迄个真艰难的时阵，伊也无搁较侪正规的学校人读。但是伊讲，伊就开始认真读英文啦。日啊读暝啊读，伊佫讲若要读好吼，爱用英文思考。意思讲，你毋通讲读讲来用你连想也用英文想啦。所以中期牧师讲这是英文实在有够饱的人，但是伊甲我讲，爱佫无够咧。阮隔壁日本嘛爱传福音嘛，所以就学日语啦。后来讲，我要去欧洲讲上帝的话。我嘛爱学呢，所以伊讲佫有德语安尼吼。伫当时遐尼艰难，佫食食物甲尼遐充足的时阵，足侪人讲即个敢起笑读册读过头就对啦吼。因为伊家己有迄种的信心，讲我一切爱自学，因为迄阵也无补习班也无啥物款迄个参考册拢无啦。但是伊用即款的信心，伊到后来。伊咧做见证讲，伊真正即款的信心甲宣告，伊真正到世界各地来传福音。大概即个牧师是20世纪吼，除了隔离汉以外，到全世界报道上多的牧师啦。伊访问59个国家，伫外地举办迄个大型的聚会290几摆。伊讲伊踅地球114年，到4国所在传福音。到最后，这间顺福音教会到全世界派宣教师，讲有630几位宣教师到各地来传福音。兄弟姊妹，中期牧师的故事，互咱发觉到讲，一切出发点，在于信心的宣告。1950年625的汉战是足严重，因为伫
韩国遐是冬天足寒，啊，所以后来咱知麦克阿瑟吼，带美军来反攻呢，啊无，迄阵若较无细致吼，因迄阵中国派兵来支援北韩，啊对鸭绿江遐落来，哇，伊直讲，直接要甲规个韩国半岛拢攻击了。啊是安那，中国都毋是伊个国家的战争，伊哪会要安尼？照历史的记载吼，中国的共产党吼，看即阵投降的国军啊，遐投降的国军，也是走无出来国军，掠即阵人吼做炮灰，杀伊去韩国战争。啊，中间有一寡人吼，为着要脱离即款的危险，有真侪中国的兵到来，就是讲，我决无爱战啦，我无爱转去中国。啊，迄就发生咱讲123自由日有无吼？123自由足侪人吼，怎啊带伫台湾来呢？啊，即个韩战嘛，成做咱台湾哦转危为安的一个关键。虽然是韩国咧战争，但是后来美国就派第7舰队来防卫台湾。哇，这故事真精彩。啊，韩国因为拄着遐尼大的战争，所以发生迄个福音的大爆炸。因为大家人艰苦的中间，需要上帝的气力啊，需要上帝的气力啊。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这个韩战遐尼严重，所带来影响到现在呢。即阵韩国北韩甲南韩都还未合呢，还未合起来。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意念赢过人的意念，真正的信心吼，真正的信心会透过你的宣告来显现出来。咱拄则读启应文内底啊，咱的华长就甲咱带咱读即句哦，讲咱有实在去实行无啦？你所讲的话，你有照安尼去做无？咱信心的行动嘛是安尼。你有信心宣告，但是你要有行动对你。所以真正的相信，那是会改变人的心，嘛会改变咱的行动。兄弟姊妹，最后吼，咱要学习的是来开发。大家人不一定天生就会啊，你是爱学习、爱追求讲主啊。互我有一个第4度空间，是属灵的部分，有信心的言语吼。主耶稣咧宣教的时阵吼，主耶稣咧宣教的时阵，伊有拄着2个求助者。求助者呢，就是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个囝儿吼，去犯着鬼吼。囡仔互鬼附身的一个老爸，爱走到耶稣的头前，甲伊恳求，这是记载伫马可福音9章14节到29节。啊，这个老爸吼，囝儿犯着鬼，足艰苦，伊会甲摔哦，会安尼反抗哦。啊，所以伊就走来甲耶稣讲：耶稣啊，若是你会当做啥货吼，啊，你就来甲我帮衬啦。这意思就是讲，这个老爸拄着耶稣的是讲，主啊，鬼逐摆拢甲我这个囡仔等为火呢，去水呢，啊要甲灭无啦。所以我有请过你的门徒来甲鬼赶出来，讲是遐门徒无气力，赶袂出去。啊，伊佫加讲就讲，你若会当做啥，求你来帮衬我。但是耶稣安那甲应？耶稣讲，你若有信，在信的人凡事拢有诶。安尼什么意思？这个老爸是足关心囝儿无毋对，但是伊对主耶稣的信心是有限。伊甲人讲你若会当，啊，就讲袂就算啦，安尼就对啦。啊，你会当无安尼？啊，所以耶稣就甲伊做一个提醒。啊，所以咱看见即句话后壁的故事是咧讲，即个老爸听到耶稣讲即句话吼，就解喙安尼，讲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啊，所以耶稣后来就把这个囡仔鬼赶出去安尼。啊，这是一个信心的言语的差别。另外呢，咱看过另外一位，咱之前捌讲过吼，就是这个迦南人的附信，迦南附近人的信心啦。这个迦南附近人的信心，这个故事咱几个月前才讲过，就是讲
这个姊妹呢，同款查某囝，头前迄个是囝儿啦，后壁这个是查某囝，嘛是富贵负心。啊，甲耶稣求讲主啊，帮助阮都用人的气力无法度啦。耶稣要甲试验，因为这个是迦南人啊，伫推罗西顿迄边的人，伊讲吼，哎呀，无好甲摕儿女的饼互狗仔食啦，吼，伊是讲我无医治啊，亲像外邦人共款安尼。但是这个妇人人听到即款的话，无体软呢。伊讲主啊，无毋对啦，但是狗仔嘛食桌顶落落来面呢。啊，耶稣听到这个妇人人的话，才讲：妇人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爱，甲你成全。兄弟姊妹，两个共款要追求耶稣的帮助。一个是讲你若会当，一个是讲我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我嘛会当食到油啊、饼油啊。所以信心的宣告是无共款的。所以耶稣学了讲：妇人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兄弟姊妹，希伯来书10章36、50讲，所以你唔通放下迄个勇敢的心呐，存安尼的心要得大赏赐，唔通放弃迄个勇敢的心。咱基督徒无比人较勇、较强、较大，但是咱唔通放弃迄个勇敢的信心。迄个是看袂到的，总是大有气力的。咱信徒的官兵就是勇敢宣告，宣告就要带来新者吼。啊，咱知影。一首出名的诗歌《奇妙恩典》，河顶甘甜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这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啊，叫做约翰牛顿。伊捌讲过一句话啦，伊讲世上有真侪互人灰心的事，意思讲看这代志都未成就啊，心足软啊，灰心啦。但是伊讲，若是伫信心的内底，字典内底无这字哦。你看到大孩子拢袂顺，灰心失志啊！但是请会记，若伫信心内底无灰心这样事，对别人来讲可能是灰心，但是对进度来讲，这个互你灰心的事，就是一个记号，就是要互你追求上帝。意思讲，有个代志我家己做了就完成啊，但这个代志我做袂去，我灰心，毋是你求上帝，上帝就是这个记号。就是你来追求上帝的开始就对，就像咱上帝来讲，上帝关这个门吼，伊就要为着你开另外一扇窗啊。安尼就是表示你信心还搁伫咧，无因为这个门无去啊，就无路啊。所以这是咱的记号。所以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兄弟姊妹，要安怎来开发这个言语，就是靠祈祷，嘛是讲倒来原。基本功就对啦。伫属灵的生活中间，祈祷是开发迄个属灵言语上有效的办法。上帝透过祈祷来改变咱口中的语言。这个第四度空间，咱讲超越人的世界、物质世界的空间的灵性，就要对咱来开启。一种祈祷方式足重要，甲咱提醒。咱拄看到，拄则迄个囝儿互贵妇心的老爸讲，若是会当，意思讲，若过来吼，毋知会使袂，试看嘛，迄种意思啦。但是咱基督徒祈祷爱用一种方式，就是讲完成式的祈祷，来开发咱第四度空间的语言。就是讲，我确信耶稣基督已经为着我完成迄个救恩啊。我确信我已经完成啊，毋是将来未哦，是即阵已经完成啊。所以因为上帝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赐落来，所以咱要完成式的祈祷来完成式的事态来祈祷。咱咧拍是已经得胜的战争，咱要宣告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啦吼。所以完成式的祈祷就是除去咱怀疑的心啦、疑问的心的祈祷。所以，当咱开发这款的祈祷的言语的时阵，就是你已经认定、已经接受成就的事。因为咱相信这个互无变有、互死过我的上帝，你用信心宣告起来。请会记得，信心的宣告就是讲，头前的事无一定是照你看到的哦，可能是反面的哦，但是你的信心就来。
咱腓立比书4章内底有一句出名的话，咱定下爱用。佫毋通烦恼看路，都爱用祈祷来对上帝感恩，用感谢懊恼的心对上帝祈祷。因为上帝使人出人意外的听的信心，要互咱看见，对通过耶稣基督来保守咱的心，甲咱的意念。意思是，这个祈祷就是一个完成式的祈祷。用欢喜、用感谢、用恳求来对上帝恳求，是你感谢主已经替我成就。兄弟姊妹，完成这个祈祷，就是你把迄个疑问拢除去啊，互上帝赏赐咱迄个已经成就的事。兄弟姊妹，这毋是一个一瞬间就完成的，但是咱要鼓励，当咱要行死50几年的时阵，咱盼望兄弟姊妹，逐个人拢是经历到迄个。第4度空间所得到的，迄个思想、迄个信心、迄个梦想，甲迄个言语，拢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成就。咱要三角来祈祷，然后咱准备要来做伙领受上帝所赏赐咱迄个圣餐所带来的救恩，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三角有份。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你有应允阮。虽然你的意念赢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超过阮的道路，总是阮因为看见主你所讲出来的话有信心会实现，袂落空。你要成就你的计划，所以阮就欢喜来跟对，欢喜来顺服，也用信心来宣告这个成就的事。我们三个学习。来，伫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来领受这个救恩的证实。也阮领受这个圣餐，毋是只敢经过仪式，是你看见上帝应允，通过圣餐来显示，也互阮伫生命中间、生活中间、日常的日子中间，宣告迄个救恩的事实伫阮的生命中。我让你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时，咱要三角来守主的圣餐，也小会员备办吼。咱要来吟守圣诗，守圣诗是伫咱这个359首，在早上帝默示圣经，咱坐咧吟就好。伫吟的中间，咱准备来领受圣餐。教主命令，咱这炎夏北边旁回就下，大家甲主高会临家，天秋日日定条。难点世间，虽然有罪，家主相同有好，总是不必甲
感谢主，互咱有这个福分，三甲来围垒坐主的道。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于教会陪参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义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咬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大家三甲伫地。保罗有对咱讲起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讲。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食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食，所以咱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要大声来感谢咱的主。主，我的上帝，我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所守事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助，通诚做阮属灵的培养，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安尼感恩上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要请小会员来做分饼甲分杯。咱今仔日来用这个2合1的圣餐，安尼较方便，较节省时间。咱兄弟姊妹摕伫你摕到这个饼甲杯的时阵，先伫你的心中来祈祷。咱感谢耶稣基督带来拯救，互咱有这个确信，领受这个恩典。咱会当甲第一层的薄膜甲扭开，甲迄个饼摕伫手中，甲主感谢，因为主。通过这个带来伊的救恩、伊的医治、伊的平安、伊的快乐伫咱中间。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是不是？帮忙，有需要帮忙吗？这无啦，有够哈。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还袂摕到的，握一个手，安尼较会当看到你哈。楼顶较宽，若较边仔摕无到的，请握手一下。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吼，请握一个手，也是卡伫外面的，来挖近来摕。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
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才搁举一个手，通保护你。感谢主，看伊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咱准备甲第二层的这个薄膜甲裂开，食了安尼旁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大家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大家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专心感谢主你的恩典。对你极大的疼，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可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主，我今日伫这个世界圣诞主日，大家全世界各地教会拢共款，围绕坐你的道，要领受这个圣餐。主，我毋若是领受主你的救恩，真侪信心。开力的来源，阮更加用信心来行出行动。所以，阮今仔日要通过圣餐奉献，来为着伫花莲所发生光复乡大水淹落所带来的水灾，带来最残垣厝体财产的损坏。阮望通过阮的奉献来担保、来帮衬，互即个受害的社区会能紧紧复建，紧紧恢复因的生活。互阮的疼会当用行动实际，伫迄个所在来展现。愿主也感纳阮伫你的面前所做的奉献，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的圣餐到这，咱准备要请咱的执事来收这个奉献吼。牧师要报告的就是讲，这个奉献呢，今仔日咱有两个奉献，一个是咱一般主日的奉献，咱。要为着圣餐的奉献，就是夹伫咱周报内底迄个碟啊吼。咱若有感动啦吼，无方便当然无法度。若是你有方便，会当用主日奉献，嘛为着即个圣餐奉献。今日的圣餐奉献，咱特别咱是特别要来为着即个光复花莲光复的水灾咱要讲做救灾的路用咱会当分开一个主日奉献，一个圣餐的奉献。咱请师会准备咱请咱的执事开始来收奉献。大家来备办。
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接煞咱来报告前，咱先来念本月的金句。彼得前书第1章第5节，咱念一解就好。开始，这是要恁才会通信伊的大能，保守的人，通得到准备伫终尾的时机会实现的拯救。彼得前书1章5节报告，咱下一周司礼是郭信恩执事。其他的同工，请大家留意甲准备。第3页出席的消息，请大家来浏览。集体交通第4页，第1点我就无搁再来重复。第2点。咱小会伫10月初2要来召开临时会会，要来选长老甲执事，详细的流程甲细节，拢伫咱的周报当中。请大家来阅览浏览。第3点，10月19要举行双年主日，也是中央敬老会会中，咱70岁以上的长辈会颁发敬老礼金。若有伫名单公告，若有欠失着的，甲去到办公室来订正。第4点，咱的幸福第8期的幸福小组的推展已经进入到第2时期的定时。煞只第3定时有名人的福音讲座，有定伫10月26，潘志豪牧师甲10月30，杨立先董事长要来分享咱的讲座。第5点，咱相关的议题。拢已经咧进行，到煞只个有一定的进度，请大家来为着咱的议题，甲个咱50许年各种的事工来关心、来祈祷、来奉献。咱的本会伫9月28，长荣中学举办的篮球比赛。已经拢成绩，咱家己来看。感谢主保守即个活动拢顺利圆满。第7点，中会的消息，等下咱由牧师来补充报告。今日庆生生日的主持，请等下夏牧师来主持。第9点，咱丧礼关怀真。咱真毋甘，真疼心，但非常牧长老，伊伫昨日安尼无小心来跋倒，蒙主温雕，享年78岁。咱也有定伫即个拜六，要来有相关的入殓，个火化，个个别式的礼拜，请大家。为因来祈祷，求上帝拭去因的目屎，个做是安慰的灵伫因家庭当中。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做介绍。
咱有新朋友伫咱中间，第一位是沈雅萍，心雅萍姊妹有伫遮无？心雅萍姊妹啊，伫楼顶哈，快跑欢迎伊！啊，咱移师小组长哈的朋友欢迎伊哈。另外，咱嘛欢迎咱吴长老哈的大哥、阿哥、阿姐，拢伫咱遮啊，徛哥来徛起来，阮甲你欢迎好无？欢迎你来参加哈。啊，真好啊！伫咧中秋节，大家做伙哈团圆，感谢主哈。啊，牧师阁做几项的报告，大省就是咱有关11月初2有要来举行啊，即个中级轮休的改选吼。啊，咱周报内面啊所写的名单是照咱即个平常时的名单，但是咱早起吼有特别来做抽即个号码吼。啊，咱请同工甲迄个啊。礼拜程序内底诶号码表现出来吼，咱有4位长老候选人吼，啊，即个1号是王伟平长老候选人，第2号是陈秋怡执事啊要候选长老，第3号是吴德英执事哈要候选长老，啊第4号是李宗杰啊执事要候选长老，是4名吼，咱长老人数较简单吼，啊望咱11月。初2迄天选举吼，一遍就会当完成。啊，咱开始啊，注意这名单，啊，伫你的祈祷中开始做选择，要选2名。啊，咱后礼拜会甲即个次数排出来，啊，伫咧1楼来公布即个啊选举公报就对啦吼。啊，有关执事候选人有14名吼，啊，迄个号码较特别咯吼，就是咱为着要安尼较侪少年的执事参与伫。候选的中间也是做执事的行列吼，所以咱有甲40岁以下的编一个号，就是1号到7号。啊，咱对40岁以上的执事候选人对11号开始。啊，所以这名单牧师都无一一来念啦，但是我念这名就好。啊，有王俊仁执事、吴德玲执事、李宗杰执事，因2位是共款有长老的候选资格甲执事候选资格吼。啊。张月琪哈执事哈第7号，表示这是40岁以下的。还有王建伟啊是1号哈啊是有那40岁以下的。再来林志平5号啊，韩启智11号，单硕文12号啊，许立传6号啊，陈前和16号啊，还有哈来洪佩仪3号，金俊吉2号啊，刘文4号，黄小蜜13号。安尼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选执事吼，14名，照你的感动来选。但是咱要有一个优先的资格，就是讲，这40岁以下，咱会放一个拿吼，啊，咱当来做啊，若确实会当至少有选出1名出来。啊，若无因优选会当互选就对啦吼。啊，咱啊要到的时阵，会请陈佑长老甲咱做解释，讲要怎来投票吼。啊，其中呢，咱上要紧的就是讲。咱伫即个选举的中间呢，咱就是伫执事14名要选出7名，7个吼，有7个哦吼。啊，咱照即个感动来选，啊来甲伊认捌。啊，咱要请即候选人吼，长老咱是较熟啦吼。啊，执事咱来甲伊做介绍，所以哪会当？咱要伫进前2礼拜，就是啊10月19甲10月26。这2个主日，那19号，迄个主日，咱所有的中级拢要选的人拢出来，咱就一个介绍。啊，你若袂当，都还袂当换第2礼拜。啊，所以望这2礼拜至少有1遍会当出席就对啦吼。咱这是候选的中心。啊，咱为着因祈祷啊吼，望这选举能真顺遂。过来，咱10月19要重阳节，啊，咱上年要献诗，咱也特别替因祈祷吼。啊，搁另外要关心的吼，就是。咱小等下有即个庆生会，请咱小留几分钟。咱太北短宣队吼，今仔日伫太北所在有3间教会，啊，拢伫遐咧服侍吼。啊，咱会当透过脸书啦，因拢会报脸书甲奖品，啊，互咱捌因吼，知影因的行动，咱替因祈祷。第2，咱今仔日啊，因为中秋节关系，爱餐有哪小可暂停一下吼，暂停一下。但是咱的咖啡厅有开，吼啊，所以若无午餐的时阵，咱咖啡厅特别无闲啦吼。咱两望讲对面遐有一间新的咖啡厅要好啊，啊若好啊，看会当煞分一寡人数安尼啦吼。
过来是咱中秋节，吼，咱即礼拜分2个假日啊，拜一是中秋节，啊拜5就是双十节，啊所以连续休两个日吼，啊所以咱办公室会休困，有咱休困，啊，大家配合一下安尼吼。啊，最后我要讲是讲，咱心内真毋甘啦吼，啊咱所敬听好的同工，陈会长长老啊，伫无意中来受主恩调吼，啊我看见咱雅慧姐，啊搁伊的后生黄义吼，嘛是真勇敢，真有信心，因今日拢来伫咱遮，啊咱特别替因祈祷吼，因为突然间离开咱的心中会足大的震撼啦，啊咱需要主的安慰，互咱有开力，但是咱有信心用祈祷来知影讲，主耶稣来煞非常长老的世间的路口，互伊伫天国享受永远的安息，所以用安尼来交托吼。啊，咱伫后日过来拜六吼，拜六要举行礼式，伫早起9点，伫殡仪馆来举行日暮式吼。啊，咱下晡2点半吼，伫教会举行追思礼拜。咱来兄弟时间会好势，咱做伙来追思孝念吼。啊，非常长老伫咱教会做中级久，啊来退休了嘛是继续啊伫教会，无论是上年吼，啊是圣歌队，啊是小组，拢做美好的服侍。啊，咱特别为着这个家庭祈祷，咱确信伫主的内面，虽然有损失，总是主的平安也要甲咱三甲伫地，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吼。以上。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尾遍的诗歌，唱煞接续，请牧师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衬，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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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免，阿免，阿免。咱请坐默祷，圣歌伫唱祝福的诗歌，然后来庆生。谢主，咱伫即个10月秋天到的时间，搁伫中秋节，咱要为着这个10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啊，咱要请10月份的寿星，请徛起来好无？我甲恁祝福。啊，吟唱祝福的歌了，咱要请老玉燕姐来分蜡烛咱来做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唱英文嘞，哎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来你站起来，站起来，来，来等你啊，等你，好来预备，来，预备，滚嘞，来，来滚嘞。泡泡啊，嘿，细字啊，落来，细字哦，好来好。咱三个为着这受生来祝福的祈祷，啊，才来离开。咱为着受生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10月份秋天啊，美好的季节，我为着10月份的受生献上感谢。上帝愿你施恩赐福伫因，互因伫心神肉体，伫身心灵拢得到上帝奇妙的看顾，伫众人的祝福下面，特别是伫这个10月份真侪美好的假日。互因享受到上帝的赏赐，平安喜乐，伫家庭、伫健康、伫工作、伫学业，也伫因的灵性的栽培，拢有上帝的美好因带，互因伫生命中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伫这个中秋节来的时，全家大细有主你赏赐的平安伫因中间。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隔壁祝福嘅讲，祝你中秋节快乐哈！中秋节快乐平安，大家顺行，大家顺行平安。好，这，你若讲有迄个服饰吼，迄个